年我来认真研究旁边刚才过来电视真多的，用是就这说他的真多的，恰个昂汤不头看你恰得汤，昂你不你贵州遵义入卡，昂说不你能去，昂西不你北京西的旅在这下，可能说这些地理数据因真多就这样，我们说刚才过来江边这些天说的没，那不连天第三他是米语去腾讯，以往去认真的拉的样子哟。干嘛想做佛山？干嘛想做佛山？佛山佛山，佛山佛山，一男女一生。三十左边，强调刚才不来如果你三点多休息一么堂，如果能去入面忙他去，就能具体刚才不来真多忙不能修牛油了。工作刚才不来真多去，娘用配中超不有边，他点给真多呢，天外里边中这对个一起给天见多。都是那么亲切，都是那么亲切。这场是若无其极的这场比赛，在林芝可以说是万人空巷，所有人都在关注。再看新跟女朋友端的落位情况。组合的质量给上大门又直接去中后脚，对的，门将立功了，这下第一下没拦住。兄弟这边进攻机会，这下并不越位，左侧看到越位，这个门将大门进下，打偏了，是的，不能够完全的把握住。回放来看啊，这球稍微的打不接，比赛继续，打进去，后面有机会啊，头球我们赢，哎呦，差的不多啊，稍微偏了一点，马上这球还有机会啊，成都这边拿球，高角度大门上的，哎呦，这个很高啊，对的，这个对面的门将张安国这真用指尖碰了一下呀，哇，这个球是精彩，走得漂亮，是的，生意完全出场看，看一看他一个回放，打门质量非常的高啊，那么人称，这下瞄着连脚踢啊，门将踢力，这边很有机会啊，所以这边右路的进攻机会过来，左脚打门这一下，瞄后腿啊，这一下是打高了。这个球是个人能力的展示，对吧？但如果只靠自己的话，确实还是有难度的啊。因为刚才昌都的防守落位还是相对而言站得不错的。这个角球发出来，哎呦护点，这下空了门前，没进，再打，就进了。上半场的38分钟啊，是的。4号的战绩奇迹，这球还是来了。之前有个球是因为越位被吹掉了，是的，但是昌都这边通过坚持不懈的进攻，还是找到了进球机会，对，抓住了这一次的机会呢。4号的战绩奇迹跟头球在对方进行的混乱之中相手打进，这一次在门前啊，是对这边角球防守的一次混乱，是的。回放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角球给出来之后，刚才已经找不到球在哪儿，给了一个经济门前，对，应战当中，误打来到了4号在奇迹脚下，对，1-0的上半场比分啊，这下抢过来了，很好的机会啊，这下分到右边，他这次进入计划打门，这下球进了，掉过去了，是的，王球员的一个爆顶，这下是掉过了门将这下感觉没反应过来，是的，上半场
1分上的优势了。这个球回放我们再来看啊，这次分球分得不错，给到了右边83。有一个变向啊，现在打在了4号赵文哲的膝盖上面。是这球，其实并不是说这个门将他自己失误了，而是这球逼近之后门将反应不过来了。是的，重心已经完全被骗走了。还有机会，孙毅这边拿球，看这球想人球分过有想法，大门，哎呦还是门将门前，再去打被挡出来了，连续的解围球。是的，21号的朱刚加守门员啊，看一下慢镜头回放。这球过得很漂亮啊，大门将也很高，这张尼玛注意力非常集中，转过身来看这次贵州的进攻啊，飞过来大门这一下，哎呦，这一下球也进了，世界波啊！是的，直接掉进了球门，直打上角，力量非常足啊！又是55号的吴润荣，会挽雕弓如满月，西北望射天狼，这一脚的弧线确实发炮非常漂亮。这样的话，下半场54分钟啊，贵州遵义这边是追回了一球，1-2了。那这比赛就又有悬念了。我们回放再来看，这球贵州遵义的进攻打得很清晰啊。观察之后传给队友，队友这一下直接去端一个上角，角度是10分角啊。贵州遵义这边。后场去控制的球，这球再去往前给，头球顶出来。好，这一下大门，哎呦，稍高了一点啊。贵州遵义这边再次外围大炮，这一下是稍稍的高出了横梁。感觉上下半场两边的这个门前情况有点倒过来，上半场是昌都围着遵义去打，下半场遵义这边仿佛突然找到感觉了啊！这下又是这球，遵义这边有机会啊，右侧这一下大门，哎呀，太着急了，没有给队友选择自己打门，刚刚队友也是。好，这首谈话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噪音，全场比赛结束了，比赛结束了，本届尼奥河杯的冠军已经出来了，那就是上东的明珠昌都队，能把祝福送给昌都市代表队，最终是2-1，在决赛，在决战中战胜了贵州遵义代表队，捧得了本届尼奥河杯的第一杯啊！这是属于他们的荣耀。广东雄鹰终于是展翅高飞了，康巴汉的把这金杯捧回了家乡。我们也是恭喜昌都队这边啊，我们也要把我们的尊重非场上的2支球队啊，对于贵州遵义而言，他们也已经尽力了。但是今天在场上确实可能在身体对抗、把握球方面没有贵州这边做得好，那么优秀，那也是那你师奉给贵州这边啊，从官办到深如铁，而一迈步红头月，苍山如海，安阳如血。实际上来看吧，这儿的贵州有没有属于他们的体育，属于他们的未来？那这一场我们最终的胜者，最终的冠军是归属于了上东的明珠，上东的昌都。我们再次把我们的掌声祝贺送给我们本届尼奥河杯最。推行这位无知那么堂，公主那么提醒在3点半是莫连给接住的嘞。2025年西藏灵芝南疆邦瓦高。
与我们的冠军球队合影留念。今天两个前天的古巴最热闹，热死嘞！舞台交给我们的冠军球队，现场的球迷们，让我们一起尽情的欢呼吧！两头相都是快乐，这是连续热闹，托起起！各位来宾朋友们，此刻2025年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宁河杯足球邀请赛圆满闭幕。什么话？林哥，你多你3个月，年纪南迦巴瓦沙队刘杰正所给，宁就旁边刚才不留电视正多，参点呀，永久之手。再次感谢各位领导和嘉宾，在座所有朋友的出席，感谢线上观众朋友们的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我这林给党天修边传不那么走，听见你俺最不留程度了，土骨汤要表南话，您他不呢，掏钱拿去过耶，我那么做见面程度呢，杨家加油！也再次感谢我们的所有球队球员奉上精彩的比赛，感谢我们的球迷，请大家有序退场。在这里能不能评论？